伫咧7月26号市政总质询，当时嘛是疫情3级警戒的最后一天，市议员刘维印伫咧质询的一开始，对市长佮卫生局长伫台南的防疫成绩表达肯定，而且佮特别送花予市府。降级了，有真侪项目会慢慢来解封。议员呼吁市长伫咧解封了，会当继续带着市府团队共同努力防疫。谢谢。另外，议员针对青少年辅导相关政策，希望市府会当像桃园甲高雄同款的成立青年局。高雄针对青年创业贷款提供上长3档的利息补助，每一个月嘛邀请无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甲青年来面对面做经验的分享。针对青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嘛有真侪宣导。议员希望市府会当伫台南嘛成立青年局，互少年人有相关的问题会当找专门的局处协助办理。恁要安怎？把这的所有的战力有才调来集中，当少年家要创业的时阵，面对的问题，可能足侪，一开始创业的想法，创业的目标，创业过程当中伊的资金，创业资金摕到，创业过程遇到的困难，要安怎行销宣传，其实林林总总，我相信伊每遇到一个困难。其实相关的局势拢有，但是，伊可能唔知影要去找倒一个局势，所以这嘛望局长甲市长会当伫既有的战力之下会当来甲咱的青年事务会当有所提升所以第一个部分爱先拜托市长，伫未来你的任内。会当来成立一个，甲咱的青年事务科可以升级 update， 来变成一个青年局。另外一个部分主委头我嘛有讲到其实咱城市真正无但是伫这个青创贷款的利息补贴上，咱敢有法度会当来提供相关的这个补助。议员你所讲的对着咱的青年事务这个青年的这个帮忙要加大、加深、加广。这部分咱一定会当尽量来，互你看到成绩就是讲每一年咱用于青年的服务的项目，或者是投入的金额，一定会愈来愈多。另外，青年事务委员会我们也会让它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强化，慢慢朝向这未来我不敢讲哪一年慢慢朝向它更的强，未来也许还是委员会的形式，但是它变成一个行政机关。或者是它变成一个局的这个方式，我们反正在那个终端，我是慢慢往那个方向走。议员提到每一档有超过200万的游客来安平观光，议员建议甲安平的新旧部落用跨港人行景观桥来连接，对立默娘公园到油气码头环港步道来兴建强化玻璃透光的大桥，予游客行。除了会用完成安平观光的新景点以外，嘛会当解决每到假日大量的车辆进入旧部落的问题。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距离水平面只有8公尺。